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。撒母耳已经老，就设立伊两个囝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大囝约尼甲第二囝阿比亚拢伫别是巴做士师。毋过，因无学因老爸的模样，因贪不义之财，受贿赂，无照公道裁决。对安尼，以色列的长老拢聚集来拉玛见撒母耳，甲伊讲：你已经年老，你两个囝无学你的模样，所以着设立一个王，甲阮治理，亲像别个国家共款。撒母耳对因要求一个王的事无欢喜，伊就对上主祈祷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人民的要求你着接受，因毋是去杀你，是去杀我，因无爱我做因的王。对我带因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因所做拢是离开我，去服侍别个神明。现在因嘛安尼在对待你，答因的要求，你着接受，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，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管辖因。撒母耳将上主的话拢甲遐个对伊要求一个王的人民讲，将来恁的王会安尼管辖恁。伊会调恁的囝去做兵，有诶做战车兵，有诶做马兵，因走做前做王的先锋。伊会派人做官长，有诶管1000，有诶管50，嘛会派人甲伊做园，修成五谷，做军器甲战车的装备。伊会调恁的查某囝，甲伊制作香油、煮食、烘饼。伊会甲恁上好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摕去互伊的人神。恁的五谷甲葡萄，伊会出1/10，互伊的官员甲人神。伊会掠恁的奴仆、女婢、勇壮的少年人，甲恁的女仔，甲伊做工。恁的羊群，伊要出10%，恁嘛会做伊的奴隶。迄时，恁会因为所敬的王哀叫，毋过上主毋插恁。毋过人民毋听撒母耳的话，反倒应讲：你讲的，阮无赞成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治理阮。安尼，阮才会亲像别国有家己的王，甲阮治理，带阮去交战。撒母耳听着人民的话了后，就讲互上主听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你着听因的要求，甲因设立一个王。撒母耳就去甲以色列人讲：恁通倒去，